大家好，我係陽光仔，今集嚟到維景灣半受業主委託進行全屋鋁窗維修及防漏工程。師傅到埗，首先會喺施工位置鋪上帆布，保持地方清潔，然後逐一拆窗褥，搬到後樓梯更換配件。我哋首先睇睇防漏工程部分，可以見到單位嘅牆身出現嚴重滲水嘅跡象，原因係窗外嘅防水層老化損毀，導致石屎外露，令到雨水乘虛而入。日積月累下，雨水就會入侵到室內嘅牆身㗎啦。解決辦法就係徹底剷走舊有嘅防水膠，新做一層物料更厚、更耐用嘅防水層。嚟到鋁窗維修部分，可以見到配件出現生鏽同膠邊有融化嘅問題。大家記得定期留意鋁窗配件嘅老化情況，趁秋冬季嘅時候及早更換，做足安全措施去應對下年嘅風雨季啦。工程完成。